足烧到即字读骹哦，意思讲是量词呢，是计算手指的单位哦。较前的例句，一骹手指，这当然是乱写的啦。一枚戒指就是一骹手指，即字骹就是骹，这如何理解呢？第一，运册有写骹就是骹，汉书嘛有写两骹就是一双，两骹鞋仔就是一双鞋仔。过来看骹的甲骨文，画两支麻箸，左边即支的下端被左手摕到，这表示一双已经剩一骹。麻箸本来是切尻川用的，被左手摕伫下端，下就是下骹，是释义也是发音、读音骹安尼来的。一双的一半，古语讲一骹，咱真史上讲的一骹猪、一骹鞋仔有无？搁有德古语通猪。来看即句，是毋是怎么看怎么怪呢？德的一半如何就是计算单位呢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怎么看怎么怪，是吧？德的一半如何是量词呢？其实就等于即句。嘛是有淡薄仔怪啦。咱学甲骨先生安尼来看，猪一支就是一骹，猪一半就是一骹，是毋是就真清楚啊？德的一半讲是下，讲是计数单位，这算误解啦。用德的一半做计数单位的一个、两个，道理何在呢？创啥遐无用去舞啥物德的一半啦，完全讲袂通啦。道理无应该是安尼，是吧？猪的一半就是骹，等于即字骹，一骹猪，一骹手指的骹。骹嘛是坚固的半德，等于即字骹，嘛会使读壳。例句一骹桶仔，一壳水，壳嘛会使做名词，起壳仔就是四库碑，就是牙工，写即字壳也可。过来，即字界有两支骹，两支骹合起来变成卡，等于卡。两个门合起来，批箱合起来，这三字合相通。教育部乱写的一字，咱着爱做4集的节目来改进，钱互因骗去啊，咱煞伫遮无用。嘛免伤怪教育部啦，照空虚字典的整理，我是有看没有懂啦。历史上较紧，嘛毋知有几个人舞会清楚的。经过甲骨先生安尼简单的传授，有闲你倒转去豆豆仔看空虚字典，看甲骨先生用闽南语来解说的字形，有正中核心无？有解开数千年来的难题无？欢迎留言你的看法。